Free-I Agnes 開放 DNA 下載新外星智慧。首先進行五感調頻，目的係對齊源頭 Free-I Agnes 靈魂同高我嘅能量。首先慢慢放鬆牙關，專注呼吸，合上眼睛，或看住屏幕嘅影像，用心聆聽，敞開內心，接受與宇宙對齊共振。而家開始召喚引領源頭嘅光，保護着你嘅身體、潛意識、細胞同 DNA， 讓你感到完全安全、安穩同信任。你嘅身體就可以完全開放，接受 Free-I Agnes 嘅能量，讓到你嘅 DNA 可以下載到新嘅外星智慧，達到優化靈性智慧同生活嘅實現。而家源頭嘅光已經包圍住你，你感到非常安全、安穩同信任，身體進入咗平靜同喜悅嘅狀態，細胞、神經系統同 DNA 開始運作，準備接受 Free-I Agnes 嘅能量。而家你嘅高我已經前嚟陪伴喺你嘅身邊，會同你一齊去連結靈魂，同步去接受 Free-I Agnes 嘅能量，一齊進行調整同埋轉換。而家慢慢將你嘅注意力放喺前額，你嘅高我將會帶領你去連結靈魂。你慢慢會感受到前面有一點光，嗰度就係你靈魂所在嘅地帶。而家你嘅高我同你一齊一步一步靠近嗰一點光。而家呢個光源一步一步靠近你，你會感受到呢一團光完全包圍住你嘅身體嘅時候，就代表你同你嘅靈魂已經連結埋一齊。而家你嘅身體同你嘅高我同靈魂三為一體，我哋就正式召喚引領 Free-I Agnes 嘅能量投入到你嘅身體，用到你嘅高我、靈魂同你嘅意識一齊更新同提升。而家將會由5數到1，喺地球上空嘅 Free-I Agnes 將會開始投入能量到你嘅頭頂。5、4、3、2、1， Free-I Agnes 嘅能量開始投入。首先你會感受到頭頂有能量進入嘅感覺，可能有少少熱感或者電流。而家你嘅身體進一步開放，用到能量進入去你嘅頭部。呢個新嘅外星智慧開始協助你釋放腦內嘅壓力同埋繃緊，你會慢慢感受到一份舒緩壓力嘅感覺，你嘅頭部慢慢越嚟越輕，
你嘅理性會慢慢放低，去接受呢個新嘅意識同你嘅意識進行融合。而家呢個新嘅外星智慧，除咗協助你去釋放你身體嘅壓力，同時間亦都會喚醒你潛藏嘅靈性記憶。而家呢個能量開始進一步進入你整個面同埋頸嘅空間，進一步去協助你嘅細胞、你嘅 DNA 進行開放同埋重組，去讓到你潛藏嘅靈性記憶進一步浮現，進一步喚醒，讓到喺你嘅記憶完完全全去拾回到你過往運用靈性嘅智慧同埋經驗。而家新嘅外星能量開始進一步去到你嘅身體，讓到你嘅身體進一步開放。而家你身體所有嘅血液、細胞同 DNA 都進一步開放，讓到你嘅身體進入一個完全健康、完全安穩嘅狀態，去接受新嘅外星智慧，去提升你身體嘅能量，你身體嘅運作，同時間會提升你嘅意識。而家你整個身體，包括你嘅手、你嘅腳，都完全融入到新嘅外星意識當中。Free I Agnes 嘅能量開始協助你去解放舊有嘅信念，注入新嘅信念同想法，讓你日後嘅生活可以連結到協助你優化生活嘅能量同埋信息，去大大提升你生活嘅動力同創造力，使你可以建立更好嘅人際關係，獲得更佳嘅事業，擁有更豐盛嘅生活，讓到你運用更高嘅智慧去實現更美滿嘅人生。而家你嘅身體同高我同靈魂已經完全獲得同下載 Free I Agnes 嘅能量。而家你三位一體嘅狀態已經充滿信心，相信你嘅生活會獲得最好嘅安排，最豐盛嘅狀態，最美好、最喜悅嘅生活。